沙灣海樂園，實用面積390呎，工程總價費用39萬元。項目進度人員分佈明確，流程順暢，業主放心。設計階段，項目包括平面圖、VR 圖、CAD 圖，一齊來睇睇 VR 3D 導覽空間規劃設計同現場實體。工程拆除項目包含全屋打拆及工程期間垃圾、雜物清除服務。泥水工程、廚房及浴室及防水項目。入門睇到的係客廳，來到餐邊櫃儲物介紹，櫃門利用了山欄設計，中間運用岩板裝飾，3個櫃筒搭配掩門，上層做儲物櫃。下層設計咗可活動層板，方便日常使用。最下層安裝隱藏式電掣，跟住嚟到電視櫃介紹，上邊做儲物空間，下邊做櫃筒設計。設計師利用空間規劃3折疊玻璃趟門間房，可改善客廳採光問題。房間做了一張書台同櫃筒床。嚟到主人房介紹，入來睇到一個 L 型衣櫃儲物，衣櫃門可以165度打開，設計了一個上下層轉角衣通。衣櫃放住係窗簾，由於業主未入住，未掛住。衣櫃旁邊設計吊櫃，吊櫃下部分做梳妝台。運用床做了一個儲物空間，氣插門打開，可以擺好多嘢喺入面。床頭做了一個防撞軟包真皮設計。嚟到廚房介紹，利用廚房門口空間做了一個可以放落冰箱儲物櫃。入來廚房牆身800×800高溫瓷磚，添加了美縫，效果更加美觀。洗衣機安排在廚房，洗衣機隔離是星盆，感應式水龍頭。上面部分儲物空間，下部分做轉角儲物櫃。煤氣爐下面滿碟拉籃設計，好用同時更方便。嚟到浴室，項目包含浴屏、馬桶、鏡櫃、面盤龍頭。接下來係項目工程包含內容明細。